冬天减肥更快还是夏天减肥更快？我直接说答案，一定是冬天。因为冬天天气冷，我们的身体需要提高自身的温度来抵御外界的寒冷，自然而然就开始脂肪燃烧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教给大家一个冬天减肥的狠招，就让你的身体保持一点点的冷感，因为你一冷，身体的体温就会上升，因为外界的寒冷开始燃烧脂肪，并且它会持续的燃烧。但这里有一个缺点，就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的食欲也会上升，想吃东西，因为这是我们身体本能的一个机制，它在保护自己。但只要你管住嘴，合理的搭配好3餐饮食，你持续的坚持下去，那你就能够瘦下来。夏天已经过去了，朋友，但秋冬这个好机会才刚刚开始，留下你的目标数字啊，在这个冬天，我们彻彻底底的再瘦它一把。不要再等到明年了，明年你要等到后年，是不是这样？最后我为大家准备了21天完整食谱，想要的话点我头像查看我的主页领食谱。